1982年，周星馳拉埋好友梁朝偉投考無綫電視藝員訓練班，結果陪考嘅梁朝偉一試即中，熱愛演戲嘅周星馳反而落榜。其後兩人在演藝圈各自登頂，成為香港影壇舉足輕重嘅巨星。但兩人相識超過40年，喺大銀幕上竟然從未正式合作過一部由兩人共同主演嘅電影作品。究竟呢兩位同期出身嘅頂級影帝私下到底係深交定係漸行漸遠，而造成佢哋大半生齡合作嘅真正主因係業界利益衝突、性格不合，定係演藝風格根本無法相容？要拆解呢段跨越半個世紀嘅深厚淵源，必須從佢哋少年時期嘅邂逅講起。1970年代末期，周星馳經由中學同學李健仁嘅介紹，認識咗同歲嘅梁朝偉。當時兩人都只有16、17歲，成長背景極之相似，同樣喺香港嘅單親家庭長大，由母親獨力撫養成人。這種相似嘅家庭背景同性格底色，令佢哋一見如故。加上兩人當時都極度迷戀功夫，同為功夫巨星李小龍嘅鐵桿影迷，經常喺放學之後一齊去九龍公園同街頭練習打交，互相切磋拳腳動作，甚至一齊去戲院反覆睇李小龍嘅電影。這種純粹嘅少年志趣，建立咗佢哋人生中最原始嘅友情。從街頭比武到互相對戲，兩人喺未入行之前就已經培養出密不可分嘅互動默契，亦為日後一齊闖蕩演藝圈埋下咗關鍵伏線。喺兩人尚未投考電視台之前，周星馳就已經展現出對影視製作嘅極高主導欲同創作熱情。當時周星馳自己花錢買咗一部8厘米嘅手提攝影機，興高采烈咁拉埋梁朝偉去到山頂拍攝短片。喺呢部由周星馳自編自導自演嘅粗糙短片入面，周星馳安排自己飾演正義凜然嘅大英雄，而梁朝偉就被指派飾演反派角色。最後嘅劇情必定係梁朝偉被周星馳打死。喺山頂拍攝嘅過程中，周星馳對每一個動作同鏡頭都有極高要求，甚至要梁朝偉反覆重拍被擊倒嘅過程。梁朝偉後來喺公開訪問入面坦承，呢部由周星馳主導嘅8厘米短片係佢人生中第一次接觸演戲。周星馳事實上就係佢演藝生涯嘅啟蒙老師。不過呢部短片亦都清楚顯示出，周星馳從少年時期開始就必須喺創作上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呢種特質亦預示咗兩人未來演藝定位嘅巨大分歧。1982年，無綫電視招考第11期藝員訓練班，呢件事成為咗兩人命運嘅重大轉捩點。當時周星馳對表演充滿熱情，極力說服本來對演戲完全冇興趣，正在電器鋪做售貨員嘅梁朝偉一齊去報名。當時梁朝偉原本打算一直在電器鋪做銷售，對演藝圈冇任何憧憬，全因周星馳日夜勸說，先至抱住陪朋友一試嘅心態去報名。面試當日，考官要求佢哋合演一出悲劇，考驗演技。梁朝偉憑住天生憂鬱嘅眼神同自然情感流露，一試就被考官即時錄取。相反，周星馳將悲劇演成咗搞笑喜劇，最終不幸落選。落選之後嘅周星馳心情一度極度低落，但他冇放棄演藝夢想。後來經過藝員戚美珍嘅幫忙同推薦，先至成功考入訓練班嘅夜訓班補缺。呢一次考驗嘅結果差異，直接將兩個好友拉入咗完全唔同嘅起跑線，亦展開咗兩段截然不同嘅電視台生涯。進入電視台之後，兩個人嘅事業發展速度形成咗極大反差。梁朝偉入行之後平步青雲，受訓幾個月就被監製上中，迅速獲派擔任兒童節目430穿梭機嘅主持。冇過幾久，梁朝偉就被調去劇組接拍電視劇，憑住《鹿鼎記》同《新紮師兄》爆紅，躍升為無綫電視5虎將之一，成為全港家喻戶曉嘅當紅小生。而周星馳嘅演藝之路就坎坷得多，佢接替梁朝偉主持430穿梭機，喺兒童節目入面一做就係5年時間。期間只能夠喺各大劇集入面跑龍套，飾演冇名冇姓嘅小角色。雖然兩人當時嘅事業地位懸殊，但梁朝偉經常喺私下同周星馳分享訓練班嘅演出心得同拍劇經驗。周星馳亦喺主持節目期間默默苦練表演技巧，等待翻身嘅機會。直到1988年，周星馳終於迎嚟電影事業嘅突破。佢憑住電影《霹靂先鋒》奪得金馬獎最佳男配角。隨後喺電視劇《蓋世豪俠》同他來自江湖入面開創無厘頭表演風格，迅速紅遍全港。
進入90年代，周星馳憑住賭聖同逃學威龍連續打破香港票房紀錄，同周潤發、成龍並稱為雙周一成，成為香港喜劇電影嘅票房保障與票房巨星。與此同時，梁朝偉亦成功由電視圈轉戰大銀幕，憑住辣手神探同王家衛系列電影《阿飛正傳》同《重慶森林》展現出頂級演技。隨後更奪得多座金像獎影帝與國際影展肯定。兩人在90年代各自喺喜劇同文藝領域登頂，成為香港影壇嘅兩大柱石。但影壇同觀眾對佢哋同框合作嘅期望卻一直未能實現。1999年賀歲檔期，香港影壇出現咗一次兩人極具代表性嘅間接交集。當時周星馳正在籌拍電影《喜劇之王》，而梁朝偉同成龍就喺隔壁片場拍攝電影《玻璃樽》。當時《喜劇之王》與《玻璃樽》在同一地區取景，兩個劇組嘅工作人員經常互相串門。周星馳同成龍商量之後，決定互相到對方嘅電影入面客串一角，為觀眾帶嚟驚喜。周星馳喺《玻璃樽》入面客串飾演一名被警犬拖住走嘅蠢笨警察，短短幾十秒嘅演出展現出極強嘅喜劇爆發力。而成龍亦喺《喜劇之王》入面客串飾演一名教周星馳演戲嘅特約演員。雖然梁朝偉喺《玻璃樽》入面擔任第一男主角，但喺呢次兩大劇組嘅聯動入面，梁朝偉同周星馳依然冇任何同框對手戲，兩人再次喺大銀幕上擦身而過，讓無數期待佢哋同台嘅影迷感到遺憾。對於外界多年嚟好奇兩人為何從未正式合作主演電影，梁朝偉喺接受專訪時給出咗最直接同客觀嘅回應。梁朝偉明確指出，周星馳嘅電影入面永遠只可以有一個主角，嗰個主角就係周星馳本人。梁朝偉分析表示，周星馳嘅喜劇作品完全圍繞住周星馳個人嘅表演節奏同光芒旋轉。如果佢哋兩個人一齊合作拍一部電影，喺劇本角色分配上根本冇辦法平衡，亦冇人能夠回答邊個先係真正嘅第一主角。梁朝偉強調，周星馳嘅電影世界係屬於周星馳個人嘅舞台，其他演員進入其中都只能夠配合佢嘅節奏。呢番說話清楚揭示咗兩人零合作嘅真正原因係源於商業定位同創作模式嘅現實衝突，而非外界傳聞嘅私怨。2005年第2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見證咗兩人公開互動嘅經典時刻。當晚，梁朝偉憑住2046再度封帝，而周星馳執導同主演嘅功夫則奪得最佳電影大獎。喺頒發最佳電影大獎嘅重要環節，大會安排梁朝偉同張曼玉一同擔任頒獎嘉賓，親手將最佳電影嘅獎座頒給周星馳。在頒獎禮現場，梁朝偉宣讀獲獎名單時，聲音充滿喜悅。周星馳接過獎座後，亦向梁朝偉致以親切嘅眼神，兩人喺台上熱情擁抱祝賀，喺鏡頭前露出真誠嘅笑容。當時全場觀眾為呢兩位少年好友嘅同台而發出熱烈掌聲。呢個畫面向全港觀眾證明，佢哋雖然各自喺影壇不同領域發展，但私下一直保持住深刻嘅英雄相識，直接打破咗八卦媒體流傳多年嘅不和謠言。喺熒光幕背後嘅私生活入面，周星馳同梁朝偉都屬於極度低調同內向嘅性格，但兩人一直維持住穩定嘅私下聯繫。梁朝偉喺多次個人專訪入面，從唔避諱談及少年時期同周星馳一齊睇電影、討論演技嘅往事，並一再強調周星馳係將佢帶入演藝圈嘅關鍵人物。而周星馳喺受訪時亦多次稱讚梁朝偉係一名極具天分同魅力嘅優秀演員。梁朝偉更透露過，周星馳私下會打電話給佢交流電影心得，甚至喺梁朝偉獲得國際獎項時發出祝福。兩人雖然冇喺社群媒體上頻繁互動，但每次喺公開場合提及對方，都充滿住對彼此專業實力嘅認同。這種唔需要靠公關炒作維持嘅默契，顯示出佢哋之間嘅交情早已超越咗普通嘅行業同事關係。從電影創作哲學同工作模式深入分析，周星馳同梁朝偉代表咗兩種截然不同嘅極致風格。周星馳係一名掌控欲極強嘅全能型導演同演員，佢喺片場對劇本、對白、鏡頭調配，以至其他演員嘅每一個眼神同動作，都有住近乎苛刻嘅絕對掌控要求，要求所有演員完全服從佢嘅喜劇節奏。相反，梁朝偉係一名高度依賴導演引導嘅沉浸式演員，佢習慣將自己完全交給王家衛或李安等導演，透過導演嘅鏡頭同細膩氛圍去塑造角色。如果將這兩種完全相反嘅創作模式放喺同一個片場，
周星馳強烈嘅主導風格必然會壓縮梁朝偉嘅表演發揮空間。這種藝術哲學嘅碰撞係兩人難以喺同一部片共事嘅深層原因。從香港電影產業嘅商業邏輯嚟睇，兩人零合作亦係市場資源配置嘅必然結果。從90年代開始，周星馳同梁朝偉各自獨挑大梁，就已經各自具備支撐一部天價製作票房嘅號召力。喺商業考量上，如果電影公司將兩位身價頂級嘅巨星同時放在同一部電影入面，不僅會大幅拉高製作成本同片酬預算，亦會造成票房號召力嘅資源重疊。對於投資者嚟言，安排佢哋各自領銜拍攝兩部獨立嘅電影所獲得嘅整體票房收益同商業回報，遠遠高於將佢哋放在同一部作品入面冒風險。加上兩位巨星各自擁有龐大嘅粉絲基本盤，商業市場從未出現過促成兩人合演嘅強烈動力。多年嚟，八卦媒體同網絡傳聞不斷編造兩人不和嘅故事，宣稱周星馳因為當年投考訓練班落選而對梁朝偉耿耿於懷，或者指兩人喺影壇暗中較勁。事實核實顯示，呢啲傳聞全部缺乏事實根據。當周星馳考入訓練班、夜訓班之後，梁朝偉主動將自己在日訓班學到嘅筆記同心得無私分享給周星馳，幫助佢提升演技。而周星馳喺後嚟嘅訪問入面亦多次表示，慳到好友梁朝偉率先成名，自己當時只有替對方開心同埋受到鼓舞，從未產生過自妒之心。兩人在事業低谷同高峰期都未曾公開攻擊對方。所有關於兩人反目成仇嘅論述，全屬媒體為博取眼球而虛構嘅誇張揣測。綜合以上公開訪談記錄、影壇發展歷程同頒獎禮互動事實，可以清楚梳理出兩條平衡嘅軌跡。一條係佢哋私下長達40幾年嘅少年交情，從少年時期嘅功夫夢想到入行後嘅互相扶持，兩人嘅底層信任從未改變。另一條軌跡則係事業上嘅分道揚鑣。周星馳走向喜劇大師與全權掌控嘅導演之路，梁朝偉則走向極致演技嘅影帝之路。數據同事實顯示得好清楚，兩人零合作唔係因為私人恩怨或性格衝突，而係由於一言堂嘅創作模式、角色分配嘅客觀困難以及商業效益嘅資源重疊，共同決定咗佢哋喺大銀幕上嘅平衡線狀態。呢種平衡發展反而讓兩人在各自嘅領域達至巔峰。直接回答開場提出嘅核心問題，可以確認嘅事實係，周星馳同梁朝偉私下絕非漸行漸遠，兩人一直保持住深刻嘅互相尊重與友情。造成佢哋大半生零合作嘅真正主因，係周星馳電影創作上必須獨佔第一主角同絕對主導權嘅客觀要求，與梁朝偉同級別巨星地位喺角色平衡上嘅衝突，加上商業投資效益嘅必然選擇所致。依然冇答案嘅係，喺兩人步入60歲之後，隨住演藝生涯進入新階段，未來係否會喺非商業或純藝術製作嘅契機下，以導演與演員或者雙監製嘅全新模式，達成一次歷史性嘅同框合作，這仍然係留給華語影壇同全港觀眾嘅終極懸念。唔知大家對周星馳同梁朝偉這段40幾年嘅複雜淵源同關係，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多謝大家收睇娛樂真相館，我哋下次再見。